后来，过来是台铁公司今仔日开临时的记者会，宣布讲火车票起价这件代志，因的董事会已经通过了。起价平均的幅度是26.8%。若是以台北到新左营来做比例，这个票价是为824块起到975块，起751块。这嘛是代替30年来第一届火车票来起价。 旅客坐台铁伫台湾的县市往回，那当日季节坐车人潮更加是冰箱斜过6倍。严格未来，若是要坐台铁，可能得要加开寡钱，因为30年拢无起过票价。经过台铁公司董事会讨论，新票价将会送到交通部汇率的委员会审议。T-Pass 这个部分是不受影响的，一个月大概搭乘5次以下的。 旅客这个部分原则上大概它影响的金额大概会落在20到100元。落尾3高版本的票价，整体平均起28%。台北到邦桥区间车对15块起到22块，台北到台中的自强号对375块起到501块。若等到台北到新左营是对824块起到975块。欢乐旅客和新票价今日唔敢坐，尽量拢控制伫1000块以下。嘛希望代替公司卖个了钱。我们如果调整后，整个是挣的7.38亿，预计我们在117年会达到损益平衡，未来就会有盈余的那个收入低于3%报酬率意味着其实就是整体来说票价有调，但是并没有如我们所想的这样。我们所谓有盈余，那是不是会真正的落实到改善员工的待遇，证明说，其实这个台铁这边是值得劳工投入的。新票价后续也是爱送到交通部来审议，那爱考虑敢会影响到旅客坐车意愿。 要安怎伫公司经营甲劳方之间维持平衡，这嘛是代替公司爱面对的一大难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